大家好，經濟學人咧近日罕有地發表一篇重磅嘅文章嘅，標題叫做 Why China is Winning the Trade War。咁點解中國正贏得中美貿易戰呢？嗰張插圖仲幾得意嘅，一位中國嘅籃球員跳得稍為高過美國籃球員少少，手指咧觸及到好似地球一樣嘅籃球。我諗呢個意思咧都算係呼之欲出㗎啦。經濟學人喺文章亦都強調，白宮咧內部至今一直認為美國呢一場意志同忍痛力嘅較量中佔據上風。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更聲稱中國虛弱。然而咧，經濟學人認為呢種講法咧完全跟現實係脫節嘅。經濟學人相信中國喺呢一場中美貿易戰正在逐步勝出，因為以下3個理由。第一，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大加關稅，6個月後嘅今日，現實係中國嘅處境其實係比美國更加輕鬆。中國證明咗能夠承受美國嘅壓迫，並學識點去報復，又奪得咗未來談判嘅升級主導權。固然啦，有一啲批評者咧會將呢個問題歸咎於 Tucker， 即係特朗普咧總係臨尾縮沙，但係亦都反映出中國內在確實係有實力，而且係充分準備以及相當嘅技巧。特朗普喺4月對中國實施所謂嘅解放日式關稅之後，反而係觸發當時美國股市大暴瀉，咁最後咧只好草草收場，撤回關稅。最近中國對稀土實施出口管制之後，特朗普威脅又話要加100%嘅關稅，咁但係轉眼間佢又再退縮。咁大家必須注意到咧，其實今年中國股市如果以美元計價，累積上漲咗34%，升幅係美國標普500指數嘅2倍。另外咧，特朗普喺對中國貨船徵收特別港務費之後咧，中國係立即以港口費進行反擊。中國更加威脅會對 Google 啦、Nvidia 啦同埋 Qualcomm 等美國公司展開反壟斷嘅調查。中國又拒絕購買美國嘅大豆，令到美國中西部嘅農民喪失咗一個總值120億美元嘅巨額市場。總之咧，中國嘅報復手段日益精準巧妙。咁同時，中國近年係積極發展自給自足嘅供應鏈，減少對外嘅依賴。相反，外部國家卻十分依賴中國嘅供應鏈。未來嘅談判升級主導權好明顯已經落在中國嘅手上。咁當然啦，理論上特朗普可以通過切斷中國同美元銀行系統嘅連接，迅速加劇局勢惡化，作為談判施壓嘅手段。但特朗普恐怕未必咁去做，因為此舉咧係會觸發全球金融市場劇烈嘅波動，最終必定嚴重損害美國嘅利益嘅。第二個經濟學人認為中國勝出嘅理由就係中國喺鬥爭之中發展咗一套由中國主導嘅新全球貿易規範。經濟學人認為喺呢一場針鋒相對嘅鬥爭當中，中國正通過試錯發展咗一套全球貿易嘅新規範。中國希望喺舊嘅自由秩序嘅廢墟當中建立一個由中國主導嘅系統，跟特朗普嘅關稅帝國與之抗衡。截至2025年9月1年以嚟，儘管中國對美國嘅出口下降咗27%，但係中國商品嘅總出口仍然能夠增長超過8%。中國威脅限制稀土出口，令到世界各國為之恐懼，因為中國係徹底主導咗稀土市場，而佢確實係有能力癱瘓整個西方製造業嘅供應鏈。咁無疑，中國正係試圖建立緊一套全球全新嘅貿易許可制度。咁經濟學人相信咧，中國將會繼續利用呢種優勢，重塑更多國際貿易秩序。第三個佢認為中國已經勝出嘅理由就係美國發動貿易戰以嚟，反而令到北京變得更加強大。外界一直指出中國有諸多問題，包括房地產危機啦、內需不振、消費者過於謹慎，又有批評指中國嘅企業家受到過多嘅抑壓、產業政策出錯啦、產能過剩啦，以及資本錯配嘅。但係好多中國人對中國人嚟講，
特朗普個霸凌行為反而係證實咗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過去12年積極準備話要應對敵對勢力，阻止中國振興成為科技工業超級大國，原來係具有相當嘅正確性嘅。咁最後咧，經濟學人預測，就算中美領導人未來面對面會談，雙方可能會為咗面子展示一下姿態，緩和緊張嘅局勢。例如美國可能會話暫停唔會大加中國關稅，以換取中國推遲稀土管控嘅時間表。咁同時，中國亦都可能話喺大豆採購啊，或者係出售 TikTok 等交易上邊咧，做出一啲言辭上嘅祝福。但係毋庸置疑嘅係，中美兩國巨大嘅根本分歧係難以徹底克服嘅。眼前嘅事實係，兩個好戰嘅巨人已經將經濟力量完全武器化。咁以上咧就係經濟學人呢篇文章嘅主要內容。咁最後咧，我都想講出一啲我嘅睇法。我嘅觀點係咧，特朗普喺2025年4月針對中國發動嘅關稅貿易戰，確確實實激起咗大量中國人嘅團結情緒嘅。原本中國房地產市道低迷啦，內地 A 股同香港股市咧長期喺美西方資本撤出底下咧，年年積弱。就算今年初中國 AI 奇蹟 DeepSeek 橫空出世，燃點咗中國科技界一線曙光，但係中港整體嘅經濟低迷咧，確實令到好多中國人透不過氣嘅。咁但係特朗普關稅戰嘅極限施壓底下咧，根本就係一種赤裸裸嘅霸凌行為。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面對強大嘅美國，只不過係敢怒不敢言，委曲求全。咁相反，中國就喺呢一種巨大嘅壓迫底下，一而再、再而三反擊美國，不單止團結咗唔少中國人一致對外，更加令到世界好多國家對中國係刮目相看嘅。我諗呢一點恐怕係完全超出咗特朗普嘅意料之外。好啦，不如今期暫時講到呢度先，我哋下次再見。